上品商行吼，其实吼，刚刚讲店头就普通的，刚刚市场有一单烧腊，你看这烧腊，其实不是香港的烧腊，是台湾的烧腊，伊会使讲北台湾上早的，清朝就开始啊，100几年啊，5代哦。最特别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也有带给大家来吃。哎呦，被漱口哦，这个早上今天7点多就去排队。7点啊，先去排队诶。足清诶，芒嘎人吼，阮拜过年过节吼，家里一定有的。所以吼，大家吼去芒嘎，可能你唔知影有啥物欧米亚给，但是老芒嘎拢知影这单。啊，今仔传的是烟熏猪肝，讲看卖，烟熏猪肝。它是用熏的，嘿，所以咸香，我觉得记味最好诶。以前是拜才有通食，今嘛是阮的下酒菜哦，所以哦，如果大家下班哦，会使哦带回去，这啉一杯吼，嘛袂歹哦。这是含咧这种诶，北来配红酒佫会使，这会使，这。